我是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初6，旧历的11月23，礼拜三。特别农历过年咯，打来会有一大群的人为国外返来台湾过年。台北市政府来宣布，即日开始防疫旅馆敢若限定台北市民来注文。高雄市政府嘛对咧宣布，同款为即摆开始，嘛只有高雄市民会当住高雄的防疫旅馆。问题是，安尼以市民优先的做法，是会造成其他县市的民众真大无方便。以这个高雄小港机场来讲，南部有袂少的民众回国了后，拢会就近带入去高雄的防疫旅馆。加上台南甲屏东只有几啊百间的旅馆，数量有限，恐惊无法度来应付到过年回乡的人潮。另外，以台北市来讲，有袂少的民众住伫咧台北，但是户口无伫咧台北。回国了后，还阁有踅到其他的县市去住，真正是真困扰。南部人若坐飞机返来过来，一般拢会伫小港机场，因为疫情关系，直接入去住哩高雄防疫旅馆，这真方便。要不高雄市宣布讲，即日起防疫旅馆，敢若限高雄市民才会使注文。考量以高雄市民的权益为优先。全台湾防疫旅馆房间数第2阶就是高雄，总共有3340间。考虑到过年时，返来国内的人会增加，房间数恐惊会无够，将伊就高雄市民优先。不过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和隔壁台南、屏东人真不满。不要那么自私啊！因为我们是一体的，他这样做有点过分。坐车的这段时间，如果再去感染到其他人了，那怎么办？高雄防疫旅馆的容量，像台南市敢若519间房间，屏东更较少，敢若353间房间。这甲高雄市3000几间房间比较起来差真济。两县市的首长拢出面话讲，希望使共度难关。台湾就这么小，在防疫战争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坦白讲，最好是由中央统一调控。英国防疫旅馆和当地市民住的上早开出头一层的是台北市，影响上大的族群就是长期住在台北市，因过户口无迁去台北市，若回国了，就要去其他县市住防疫旅馆，真费气。既然政府希望他们能够配合国家政策早一点回来那他们也早一点来回来的部分，那结果没有这个防疫旅馆可以住。就讲过年回国的人伤济，防疫旅馆也无够大。台北、高雄两县市各以市民优先选择自保，也毋过嘛引起袂少争议。